播放清单还可以哦，播放清单还可以有之一、之二、之三、之四这样，内容几百项，超过200项的就按除以200来算呢，到底清单要放清单要做几个，配合桌上型电脑萤幕看到了画面看到了，最多200项，所以原先的超过200项，所以增加这个清单2。这怎么做的呢？你看，进入自己的频道的按右下角媒体库，有没有？按右下角媒体库，按右下角媒体库，然后有没有找到播放清单？然后有没有找到新增播放清单？有没有？然后按进去，然后还要按继续哦，按继续，然后按设定要先选公开，然后有没有新增播放清单？是这样建立的啦。现在是给你知道看看，给大家看看而已。来，现在来看，新增好了就会在这里，有没有？新增好了，正常的话会，很容易看得到，有没有？新的跟旧的，你看这样比较一下，要看这里哦，最近新增，按那里，按那里就可以点选最近新增，就比较容易找到哦。旧的来看旧的，你看旧的超过200项了，照旧的266部影片呢。旧的播放清单按照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，然后来晋书，有西晋的，也有东晋的，然后南朝、宋史、南齐史、梁史、陈史，然后北边的魏书，然后北齐书、北周书，然后北史、南史、南朝的历史，北史、北朝历史，然后来隋书，唐有新唐、旧唐书、新唐书，然后新五代史、旧五代史，你看旧五代史、新五代史，然后宋史好几部啊，辽金元辽史、金史、元史，然后明史、清史稿等等的，还有新元史你看内容很多呢。三史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，四史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，这样才是四史。三史好像是叫做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东关汉记》会不会是东汉的历史叫《东关汉记》吗？怪怪的，忘记了。四史比较清楚，叫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网络搜寻三史《史记》《汉书》，难道不是后汉书吗？那叫《东关汉记》也奇怪，东观察的观，汉朝的汉记，笔记的记，日记的记。网络搜寻《东关汉记》，四史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。不是宋史是宋书啦，宋书才对啊。南齐书，然后来梁书，来陈书，按照顺序，它叫书啊。汉书啦，后汉书也是书啊，三国志来，还晋书，
宋书、南齐书、梁书、陈书，叫做书啊。汉书人家就是叫做书，史记是通史，汉书是断代史，后汉书是断代史。所以你看，南朝的宋齐梁陈也是叫书啊，隋朝的是书啊，隋书，唐朝的是书呢，旧唐书、新唐书。不过五代史它就叫史了，旧五代史、新五代史。宋朝叫宋史宋史好几部，宋史可能是因为跟南朝，魏晋南北朝那个南朝的宋做个区别的。你看，它叫做宋书，有没有？它叫做宋书呢。叫宋书啊，这是南朝的刘宋的历史，叫宋书。然后唐朝五代以后呢，赵匡胤建立的北宋，后来有南宋，宋朝的那叫宋史，然后辽史、金史、元史、新元史、清史稿，叫做史，一开始叫史记，后来有字啊，有书有字，然后来后很多都是称为叫书啊，大部分主要断代史都称为书，但是五代开始又叫史，旧五代史、新五代史，然后来宋、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。宋元明清那个都叫做史，清朝的叫清史稿。你看20、40再加上那个新元史、清史稿，新元史清史稿就叫做26史。你看这播放清单名称26史是这样来的，有的说24史，有的说26史，是因为加了新元史、清史稿这2本。你看南史、北史，然后来有没有看到唐隋书啊？所以准备第2个播放清单从隋朝开始，所以隋书刚刚有做了第一，然后来要做第2个了。有没有看到右上角？不，影片标题右边有没有3个点？按进去，有没有？按进去，然后按储存至播放清单，储存至播放清单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啦？这个要勾选了，旧的在这里了，旧的早就勾好了，现在新增到第2个播放清单了，所以这里要勾选，你要按上去。你看有这么多的勾选，所以一部影片可以放到很多播放清单，播放清单总共有700多项呢，700多项啊！那影片版权开放学生啊、社会人士啊、到亲啊、到场的，五明之学与参考资源，庙会也很多了，佛学的、哲学的都很多，艺术的、电脑资源的、学习的都很多啊，欢迎善用。影片版权开放，我已经勾选了，然后来要记得按完成哦。新增播放清单完了以后，还要记得按建立右下角建立有做过忘记按建立就没有了，要记得按建立才。这个是要按完成，按一下完成。
然后来看媒体库，然后来看有没有看到播放清单已经变2项了，有没有新增了？新增了在上面，也可以按这个排序啊，也可以按这个排序，看你是要新增的在下面，最新的在上面，还是先上传的在上面。这个历史有先后顺序的，朝代先后顺序，所以隋书01在上，隋书01B 在下，然后隋书02在下。历史类的要从上到下，这个排序来看一下，排序它是怎么排序？新增日起最新还是新增日起最旧？还是发布日期最新，发布日期最旧，还是最热门？你想要了解这种状况，就按最热门。哪一部影片最多人在看，按最热门。然后现在是跟发布有关系的，现在发布最旧的在最上面，那已经排好了，就按照这个来做就好了。就这样哦，新增播放清单哦。